如果我而家喺度表演做 live 嘅話，咁就喺度呃緊大家啦。唔係咁多位 hello 大家好，如果你真係咁期待我 live 喺10點鐘咁準時，或者邊個一着燈，跟住你就即刻撳入嚟，多謝你，我即刻送禮物俾你。嚟啊，睇下有冇啊？睇下有冇一個咁感人嘅朋友，有冇啊？同時如果見到有人留言嘅話，你即刻話俾我知，我即刻揾嘢送俾你。我喺呢度俾你任揀一樣，我俾錢，冇問。好彩啫，嚇死我！我唔係一個咁大方嘅人，大家都知道㗎啦。我用咗我嘅生命力，用咗我時間同埋我嘅口齒，主要都係幫大家爭取福利。但係個福利係未去到可以咁樣俾我咁任性咁樣送禮物嘅。OK， 係啦。而家咧，我一陣間咧就會將條 link share 出去。我等緊同事咧睇緊個 live 開始到未？開始到之後咧就得。睇到未？睇到啦，已經。好，我 copy 呢個 link 先。咦，唔係喎！我頭先講嗰番説話，雖然直播冇人睇啫，佢哋重播會睇到嘅喎。唔緊要，自我毀壞嘅過程係好簡單嘅。好 share 出去自己嘅 Facebook 先。哇！使唔使咁俾面啊？咁快100幾人，多謝大家嚇！我哋今晚咧會做一啲性價比超級高嘅嘢。即係大家可能見我做 supplement 做得多，因為我好中意做健康嘅嘢，大家係知道。但係如果做到個價格係咁勁，而且係純度咁高咧，我自己都係第一次見。我頭先聽到個價錢咧，嗰個台灣老闆同我講嘅時候都話700幾蚊，哇700幾蚊唔係嘛？台灣嚟喎，咁鬼貴嘅。跟住佢700幾蚊食10個月啊 ，OK， 即係每個月夾埋係唔使100蚊。咁我一陣間會講下究竟係啲乜東東。咁當然唔係啲廢嘢啦，廢嘢我哋唔會咁做啦。好，咁我 send 埋呢一個去我嘅專頁俾咁多位朋友仔先。好，跟住然之後我 share 咗呢個 share 嚟嘅，share 埋喺 IG 先。邊個梁小姐啊？哦，家貧只能這樣了。我已經喂啊！你而家同問緊嗰個地盤工人點解要日日開工有咩唔同啊？你係咪想我做一次嗰個真實演繹版俾你睇下？唔係，即係嗱講真嘅，我哋咧呢幾日咧嚟到台中啊嘛，即係我而家唔係喺香港，我而家喺台中嘅。好 Q 啊！我 IG follow 咗，我而家喺台中咧，咁我哋會連續3日做6場直播。咁呢6場直播裏面咧，只要大家夾單可以夾到1000蚊啫，即係6場任溝到1000蚊，我都會順豐包郵去到你屋企，咁算了不起啦，對大家算係有情有義啦，係咪先？咁呢個都係因為我哋話沙邊魔，我哋有唔同嘅幾個主播啦，有我啦，有阿溫馨啦，有李宇陽啦，跟住嚟緊仲有 Kelly Jackie 啦，有我哋港台 DJ 超 B 啦，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中意嘅範疇。咁我中意做健康嘢，因為一邊同你哋分享健康嘢嘅時候咧，一邊好似自己上緊一堂課咁，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好冇？嗱，呢一度咧專登咧廠家都好好做咗個 bad job 啦。咁呢 bad job 就係為咗好睇啲，因為點解會難睇咧？因為我後面係呢一度嘅生產場地嚟嘅，咁所以全部都係貨啊，一啲真空室啊，要嚟做呢一個 supplement 嘅調配，呢個就係源頭工場。咁所以咧，我哋唯有做一個 bad job 遮一遮佢，但係。你可能會覺得哇唔係啊嘛，李日朗你講我信啊，你話源頭工場，我今日嘅價格係會超級有說服力。你一聽完個價格，聽完嘅純度，有一啲純度正係台灣之冠。咁大家都知道台灣做 supplement 本身性價比已經最高，濃度已經係非常高。但係我今日有2種 product， 直情係台灣之冠。聽到呢度嘅時候，大家已經覺得 OK 啦，係咪？嗱，我今晚咧呢個直播唔會好長，我主要咧得5個 product 啫。5類型嘅 product 啦，咁呢5類型嘅 product 咧，我想話俾大家知，就算你買晒啊，即係我當你買晒我呢5樣嘢，你都只不過係去咗深圳一次消費嘅，咁啦。咁當然啦，豐儉由人啦，係咪先？即係有啲人可能消費得勁啲，有啲人消費得弱啲咁樣。但係我可以咁講，好嗱，我睇下邊啲姊妹嚟咗先。你哋咧嚟得遲啊，我頭得好招積嘅。Hello Hazel， 多謝你 Hazel， 你好捧場啊。跟住喵喵，聰明豆。衰嘢，跟住Vanita 你好，跟住阿關 Q 阿喬係咪應該？阿喬你好，
跟住 Sammy，hello， 多謝你支持咗我成日。有啲姊妹咧，今日晏晝嗰場已經喺度，今日都喺度，而家仲喺度。跟住阿 Bob 你好，跟住仲有 Ping 哥哥，Ping 哥哥咧出咗去，因為去到台灣咧，好多男人中意滾嘅，咁佢揾台妹。咁梗係滾台妹啦，唔通嚟到台中跟住滾翻港女啊？即係你你喺度咩原來？喂，sorry， 入嚟打個招呼啊！因為你係有 fans 㗎，係啊，你喺 Wasabi， 你而家喺雲雲咁多800幾人裏面咧，你有1個 fans 嘅。係。Hello， 大家好。佢哋好靚唔靚啊？係我老婆送俾我，叫我早日戴綠帽。真係㗎！佢一邊送俾你嘅時候，一路同你講早日戴綠帽啊！係咯，我覺得好慘啊！啲嘢慘啫，我唔中意啊！佢話呢個綠色襯我喎。你咪黐線㗎！你係兩公婆啊！我唔明點解。你又做乜買頂綠帽俾佢啊？靚咯，獨一無二。你唔買過嗰啲花嗰啲俾佢圍住扮天使？都好喎。得你走啦，你走啦。嗱，咁多朋友仔，我今日咧係啊，Ping 太太係阿 Ping 太太喺度，佢哋分開玩㗎。佢老婆玩我，我同佢佢老婆玩我，佢出去玩空氣。OK， 嗱喺度介紹一個朋友仔先，因為咧我今日咧有一個，雖然我喺台灣，但係有一個日本嘅產品，我一定要爭取時間話俾大家知係乜東東先。哎呀，佩佩可以進來嗎？係台灣嘅女生啊，係佩佩你好。好。佩佩是這樣的，因為呢我就不囉嗦了，我想，沒事。你坐靠近一點，沒事的。你有老公嗎？沒有。哦。我會害羞，那麼帥，對不對？嚇到我，我的手震，我也會緊張。太美了。謝謝你，佩佩啊，我想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啊？這個呢，它是從日本靜岡賽馬。你知道日本很有名比賽，就是他們會有賽馬比賽，會競標，會賭博這種，你知道嗎？是的，那個雖然呢，在全世界賽馬，最出名的、最豪華的是香港。哦，是香港。真的，所以香港人輸得最多。哦，那你一定最懂賽馬。沒事，我爸爸才懂。我也很懂。啊，真的嗎？日本香港賽馬協會，台灣號稱六合彩。六合彩。對，然後在日本的靜岡。對，賽馬裡種馬提取出的胎盤素做成的原液。哦，佢呢一個係日本靜岡縣裏面咧賽馬裡面嘅種馬即係男的馬，對吧？對，就是要去孕育下一代的，因為最好的。因為咧馬咧其實佢有分男女噶嘛，女嘅馬咧係唔值錢嘅，但係如果賽馬裡面嘅男嘅馬咧，即係雄性嘅馬咧係超值錢。呢個世界咧，你係要用好多錢先可以揾到一隻馬公咧去配種嘅，尤其是係賽馬嘅馬公。那它提取出來有什麼用呢？它這個裡面呢，營養成分非常的高，因為這個馬胎盤呢，它是最接近我們人體皮膚的，最容易被我們人體吸收的。哦。它營養成分非常的高。那吸收了有什麼好處？它可以抗老，它可以促進我們的膠原蛋白再生，它可以幫我們緊緻修復我們的皮膚細胞。OK， 因為咧呢一個公馬咧，佢同我哋人體嘅裡面嘅膠原蛋白好貼嘅，所以咧佢呢一個原液咧就可以咧好容易俾我哋吸收到，佢再生翻膠原細胞啊，令到我哋抗衰老啊，不老的傳說就係咁樣嚟㗎啦。然後它是塗的嗎？還是喝的？用塗的。這一個呢，你們就是建議大家回去之後打開，因為它這個就是這樣子，沒事。哦，沒事，你也緊張嘛，對不對？對，我也緊張，因為你也是很帥，就是。什麼？我也是很帥，我是真的很帥。真的說錯了。它這個呢，這樣它是密封的，所以裡面整罐都是活性。建議你們打開之後呢，3天要把它用完。哦。對，3天要把它用完。那一瓶大概可以用幾次？我早晚都可以塗。早晚塗。如果你覺得早上像我們要化妝，皮膚會很乾，不好化妝的，你們就可以塗上去。晚上也可以把它當成是洗完臉第一個步驟，就是先塗它。哦，所以呢一個咧，一開咗之後咧，建議喺3日裏面用晒。我估一支咧，如果大家又唔使咁唔慳，早晚用晒一支，咁就最衛生最健康咯。係，然後裡面有幾瓶啊？請問？來，裡面有6瓶。哦，裡面有6瓶。這個在台灣賣非常的多。哦，真的嗎？現在在台灣這個很火。對，超級。哦，呢個而家係台灣咧好 hit 嘅。咁就係有6支咧馬嘅呢一個係取係
而家咧，我哋里另外面都是一位，活性，哦，你看裏面都有一啲活性，里面都是活哇，性哦。好靚喎呢個公馬嘅提取。種馬，種馬賽馬種馬的提取，係西馬種馬嘅指住，對呢一個咧真係好值錢嘅。而家咧喺台灣咧係超級火熱嘅。咁大家一定係好想知道啦，究竟幾多錢係咪？我好想話俾大家知，我今晚唔買，我諗住送嘅。係就係咁樣啦。我聽得懂這個，你說直接用送的。哦，為什麼你什麼都聽不懂？聽得懂這個？對，聽得懂的。老闆，我們這個換算這樣在要賣多少港幣？我數學不太好。如果平常賣要賣多少港幣啊？多少一盒台灣賣1300塊， 1300蚊港幣。一盒。老闆，你自己從日本買回來的嗎？我是總代理。哦，你是總代理，那你賺那麼多，所以你就願意送出來給大家，是不是？對啊。你太好了，老闆也是很帥，老闆你可以進來跟大家打個招呼嗎？老闆老很帥，闆也是很帥，他說也是很帥，是你跟我比，開玩笑。哎，係，這個是老闆哦，很年輕有為，對不對？老闆你結婚了沒？沒有。說沒啦。台灣男生都那麼不誠實嗎？不是這樣嗎？沒有要給你的粉絲一個夢。哦，沒事，我的粉絲都結婚好幾次了。我們的粉絲估計都已經結婚，起碼7、8次。係啦，這個就是老闆，然後老闆呢真的很好，他是台灣的總代理，就是那個來自我為什麼說國語？呢個呢就係老闆啦，咁老闆呢同埋佩佩呢就係呢一個日本嚟到台灣嘅總代理，就係呢一個呢公馬嘅一個原型。咁呢一個咧喺人體裏面咧好吸收，因為同人體裏面嘅細胞咧好接近啦。咁今晚咧係老闆嘅一個心意咧送出嚟俾大家嘅，所以我都唔扮嘢啦。平時咧港紙咧賣1300蚊一盒6支，咁你大概用6日啦，因為我哋都唔使慳住用咁多啲嘢，係咪先？咁今日老闆送俾大家，咁佢已經送咗成萬蚊出嚟，謝謝你老闆，謝謝佩佩，謝謝。那老闆，我們打一個關鍵字，然後那個送禮物給大家，可以。我簡單一點抽獎可以嗎？可以。就是如果大家幫我打個關鍵字，他們分享出去，可以。然後就抽一位，我先送一位嘛。好。你願意送幾盒給我送出去啊？你要送幾盒我就送幾盒。真的假的？真的。那我先一是什麼100嗎？我先拿1盒先，好不好？我不是一個貪心的人。就是如果你是送給我，我會拿10盒。可是我送出去，我先拿1盒，好不好？好，謝謝，先收錢。嗱，咁多位姊妹，好簡單啊，即係呢一個咧，真係老闆嘅心意。即係台灣嘅我覺得商家咧真係幾大方嘅。咁同埋咧，佢哋係一啲都唔虛假嘅。即係如果你俾我送呢盒嘢俾你做生日禮物，哇！呢盒嘢喺日本正剛賣成萬蚊㗎，我買俾你咋？咁但係佢就會真係會講乜咩啊？如果1萬yen都已經500啫喎，1300啊呢盒嘢港紙1300。嗱，anyway 咁樣咁多位朋友仔，關鍵字都要打嘅。跟住我哋抽咗1盒先啦。我哋每一陣我哋抽1盒，每一陣抽1盒啊！我驚你離開我直播間啊，因為你哋唔好離開我，我已經攰到想反眼啦。OK， 咁樣咧嗱，抽1盒先，打個關鍵字送禮物，識打啦啩？打送禮物，跟住 share 個直播出去。你 share 唔 share 咧？我唔知嘅，但係我啲同事會知嘅，好唔好啊？幫我打個關鍵字叫做送禮物。好壞啊！你哋打埋嗰啲送想要搶，你哋俾啲文化得唔得啊？嚟到台灣文化之都，唔好將你哋香港嘅 style 攞出嚟啦。係，我哋打送禮物3個字，送禮物。OK， 跟住 share 出去直播間。咁咧，我俾少少時間你哋，跟住咧我就會開始做呢一個直播。係啦 ，Sammy 打得啱啦，送禮物。大家咧 copy and paste 係啦 ，Lia 打得啱啦，送禮物。你只要打送禮物3個字，我哋一陣間就揀一位。咁我哋今晚起碼都送5盒10盒啦，係咪先？一定係咁樣啦。咁每一盒咧價值1300蚊，送出嚟，老闆啫，唔係我大方，係老闆大方，就係咁多。咁我擺喺隔離啦 ，OK？ 咩有冇嘢交代我啊？因為我見到你嘅眼神好似好想同我講嘢。係，因為我睇戲嘅時候見到梁朝偉，我都以為佢想同我講嘢嘅。我見到同你一樣嘅眼神。OK， 嗱好，大家打住送禮物先，真係免費送俾大家1300蚊嘅嘢。好，我今晚咧，我想介紹5個套餐，5個咁大把。第一個咧係我近排都需要嘅，咁呢一個套餐咧係一個減肥套餐。呢個減肥套餐咧，
我建議食3個月。咁大家你日朗你又喺度 sell 我買嘢，3個月嘅嘢起碼幾千銀啦。對唔住，你聽我講咗個功用先。你聽我講咗個功用之後，你再衡量呢個價錢究竟值唔值。好，呢一個套餐包括咩呢？我哋食3個月，我哋會有1樽呢個。咁我一陣間會話俾大家知點解要有呢一樽嘢嘅，即係我唔係夾硬塞你食嘅。跟住我要有3盒呢個，然之後再包埋12盒定6盒啊？12盒、6盒呢個，即係做 ready 擺晒喺台面嘅啦。呢一個係一個套餐，俾大家食3個月，一定可以減肥。無論你運唔運動，嗱離譜啦！出邊有好多減肥嘅地方，好多減肥咩送多啲啊！你唔好咁貪婪啦，梗係要送多啲啦！我哋啲咁小氣嘅人咩？係嗱，大家送禮物幫我 share 出去啊！大家唔好慳嗰隻手指啊！嗱，點解要呢一個套餐咁樣食呢？我有原因嘅，好唔好？嗱，首先我簡單啲話俾大家知，因為我知道嘅，你哋根本唔在乎過程，你哋只係在乎2樣嘢：一價錢，二效果。OK， 我知道嘅，所以我就朝住呢2樣嘢簡單明了、清楚明白講俾大家知。咁大家如果覺得唔夠清楚明白呢，你可以錄我個畫面，錄畫面呢，你就會清楚知道。嗱，呢個係第一樽啊嘛，第一樽呢一個佢係能夠活化翻你嘅交感神經。乜嘢係交感神經呢？其實除咗我哋年紀越嚟越大呢，咪所謂嘅新陳代謝會越嚟越慢嘅。其實交感神經就係導致，因為交感神經越嚟越冇咁敏感，所以你嘅新陳代謝就會越嚟越慢。咁越嚟越慢，你話喂，咁越嚟越慢，咁又點啊？人老咗梗係越嚟越慢。如果你細個喺10歲嘅時候，你係食一塊牛扒，20歲又係食一塊牛扒，到70歲你都係食一塊牛扒嘅啫，每一日。但係你嘅新陳代謝越嚟越慢，你就會越嚟越吸收唔到嗰啲養分，嗰啲養分會變成脂肪累積喺身體。所以就算你話俾我知，喂，李日朗，其實咧我咧每一日咧我真係冇增加到食用嘅，我每一日就係食一塊牛扒。但係我而家咧我10歲嘅時候唔肥，20歲唔肥，30歲唔肥，一路都好肥。我去到70歲我肥到個波咁。點解？因為你嘅交感神經唔再敏感，而且你嘅新陳代謝越嚟越慢，係咁樣嘅意思。所以呢一個咧係刺激翻你嘅交感神經。咁當然你話係咪激素？唔係天然，你放心。我而家喺呢一個台灣，因為台灣做保健品咧係重視過香港好多。香港咧就算入口嘅保健品都冇台灣本地咁重視。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刺激翻交感神經，但係刺激翻交感神經其實真係拱翻快嘅新陳代謝係唔夠嘅。如果你話你20歲、30歲，你拱翻快嘅新陳代謝夠晒啦，咁但係20、30歲我使鬼食呢啲嘢咩？我哋去到譬如40歲、50歲打後咧，唔係話我哋靠食1粒2粒，跟住就可以拱翻快嘅新陳代謝。我哋要配合其他嘢。但係我今日講緊嘅減肥係你只要需要食呢啲天然嘅濕片物，係唔使運動就會瘦。嗱，呢一樽嘢咧，我唔係同你講笑，食足3個月嘅，一樽已經食足3個月㗎啦。所以咧，我唔係話哇，你係咪要我買3 pad 啊3個月？唔係啊，我係要你買1 pad 食足3個月。好，呢一個係刺激翻交感神經，令到佢更加活躍，然之後你燃燒脂肪更加快，就係咁樣用，夠簡單直接。如果有唔明嘅朋友咧，留言話俾我知。OK， 第二樣嘢就係呢一個，呢個叫轉燃素膠囊。咩叫轉燃素膠囊咧？其實最簡單嚟講咧，喺我哋身體裡面嘅脂肪，你要佢消失，你要佢唔見咗，就係轉化成肌肉。喺脂肪轉化成肌肉嘅時候，你需要一啲成分，你需要一啲元素。呢一盒就係嗰個元素，明唔明啊？即係話有好多人點解？譬如你運動當然可以由脂肪轉成肌肉啦，但係如果你唔運動咧，你唔運動，你憑乜嘢你嘅脂肪可以轉成肌肉？係冇可能噶嘛。所以呢一盒就係當你唔運動嘅時候，將脂肪都可以轉變成肌肉需要嘅元素喺晒呢一盒嗰度。跟住，而且佢會有一個特色，就係譬如你身體裏面咧有一啲好大嚿嘅環固脂肪，好大嚿嘅環固脂肪，佢可以幫你切開佢做小分子，小分子切到小份，切到小份有咩好處？容易分解，容易排出嚟，容易俾身體吸收。咁呢個就係第2盒。好，然之後第3盒係呢一個。呢一個叫做綠寶石苦瓜勝肽。嗱，一陣間咧呢一個咧有得獨立賣，因為呢個係而家呢一個商品，呢一個品牌嘅呢一個苦瓜商品咧係台灣最好賣嘅熱賣商品。點解佢會咁好
點解我要擺呢個減肥嘅裡面呢？其實呢，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胰島素嘅問題，即係譬如糖尿病啦，或者三高偏高啦。有咗糖尿病究竟有咩問題呢？有咗糖尿病嘅人食咗胰島素落去，本身我哋食咗糖落去身體度呢，喺一個正常嘅身體，糖係會轉變成能量。OK， 糖係應該轉變成能量，令到你更加精神，令到你更加有能量、有 energy、有精力嘅。但係如果你有糖尿病嘅問題，你食咗糖入去，你只會轉變成脂肪，跟住血糖唔穩定，係咁樣。但係呢一個係做好咗一個科研，只要你食呢一個苦瓜嘅提取物，就係苦瓜勝肽。苦瓜勝肽可以令到你嘅胰島素正常翻。跟住大家都知道啦，台灣其實係一個糖尿病好嚴重嘅地方。OK， 點解？因為佢哋成日飲珍珠奶茶。OK， 佢哋會飲好多手搖飲品。呢啲手搖飲品都係喺度慢性咁喺度惡化緊佢哋嘅身體。OK， 係啦，呢個叫做綠寶石苦瓜勝肽 Max Pro。OK， 咁但係只要你食咗呢一個咧，其實你係幫助咗你身體裡面嘅胰島素。佢係呢個苦瓜勝肽係代替。OK， 我唔講咁複雜，因為講得咁複雜，大家都唔想理，係咪？你就係想知道個效果。呢一個一樽，我而家手頭上呢一個延啟進化膠囊係素食嚟嘅，就算食素嘅朋友都可以用，一樽食3個月。OK， 3樽轉燃素膠囊，轉燃素膠囊食足3個月，係要一齊食嘅，係要一齊食㗎，你哋唔好分開佢，唔該。而且食法好簡單，飯前食就得㗎啦。飯前食好，然之後呢一個苦瓜勝肽，苦瓜勝肽大家知道點解啦？好，苦瓜勝肽6盒都係3個月嘅份量，就係咁樣一個唔使運動都可以將脂肪轉成冇脂肪或者係肌肉狀態，呢個啱晒大家啦啩？根據我喺小小堂對大家嘅認知，大家成日都夢想想瘦，但係唔想做運動，亦都唔願意做運動。呢一個好，拆咗送咗禮物先。好，同事可唔可以話俾我知抽咗邊一位幸運兒？因為咧我諗住咧每送完一位之後我就抽另外一盒，跟住再抽另外一盒，我抽到今晚完播為止，好冇？幫我揀下，睇下先。哇，有好多朋友打喎，哇，有啲好醒目喎，打咗唔止一次喎，你哋老手喎呢啲，即係大家都以為打一次就夠係咪？唔係嘅，直播呢家嘢咧係可以不停打嘅，因為咧我哋嘅同事咧其實都係咁樣掃，跟住揀一個咁樣，所以呢件事好傻瓜嘅。乜嘢啊？係已經自動嘅。係咩？我哋有系統嘅咩？對唔住，我一路都係咁噶。咁如果我想問下啦，其實我哋嗰啲客戶咧，就算不停咁樣打咧，系統都會繼續計一個機會噶嘛。所以咧係冇所謂噶嘛。係啊，啱噶啦。你哋打啦，即係總言之咧，就打5次咧，你只會有5倍機會中獎。系統就係咁傻，冇辦法咯，我哋個台就係天真。OK，Sammy 係邊個啊？即係有冇姓㗎？淨係一個 Sammy 定咩啊？Sammy Lee， 恭喜晒 Sammy Lee 攞到我哋第一個由日本靜岡嘅一個精華，好唔好 ？Sammy Lee， 我哋同事會 inbox 聯絡你㗎，好唔好？我哋一陣間轉頭再抽，俾我專心啲講翻呢一個。跟住而家專心啲俾我講翻呢一個減肥嘅套餐先。嗱，頭先已經講咗呢個減肥套餐喺我前面度係3個月 OK。好，3個月裡面大家會唔會想知道究竟幾多錢？可唔可以喺評論區話俾我知3個月究竟幾多錢？如果我話俾你知3個月3000蚊可以擁有晒呢啲嘢，即係平均1000蚊減肥1個月。其實都好抵，係咪？即係如果1000蚊食1個月，你已經覺得好抵啊嘛。但係真係唔使。我想話俾你知，真係唔使。你哋可唔可以話俾我知喺評論區話俾我知，你夢想係幾多錢先？即係你夢想呢一 pat 嘢，呢一個量係食足3個月嘅，究竟你覺得幾錢你會買？你話俾我知。係 Sammy Lee， 恭喜你！你支持咗我哋 Wasabi 好耐啦，亦都支持咗我好耐啦。我知道。我轉頭就送第2轉啊！大家唔使擔心啊 ，Scarlett 啊 ，Michelle 啊，好識玩啊！你哋唔好咁早打定啦，你唔好咁壞啦。我起碼有5盒至10盒送出嚟。我哋今晚直播同埋我今晚直播唔會超過12點。你唔好離開我呢個半鐘，唔好離開我哋，好大機會攞到，好冇？如果送唔夠嘅話，我再送。嗱，呢一 pat 唔使運動都可以減肥嘅一個套餐。呢一個套餐你哋願意用幾錢買？你留言話俾我知，你願意用幾錢買？你覺得呢一 pat 嘢
唔使運動都減到肥喎，天然喎。究竟你願意用幾錢先買到？我同你爭取，係咪3餐都要食？佢每一餐咧，佢有每一日，譬如呢一個每一日建議食1至2粒，係啊，咁就夠㗎，唔係3餐食嘅。好多時候咧，我哋3餐都要食嗰啲係咩咧？隔油丸啦，又或者係一啲激素啦，拱快啲你嘅心跳啦，令到你嗰個心跳加速之後，拱快你嘅血液循環啦，令到你消脂。但係我哋唔係呢啲嘢，咁所以咧，每日2粒飯前食就可以嘅，即係你食一次就 OK 啦。係啦，就係咁樣解決到你嘅問題。因為你哋留言好多 ，Jennifer 話888蚊，你願意買 ？OK，300蚊你願意買？好，好冇？講啲價錢嚟聽下，睇下你哋嘅心裏面嗱，你哋正常啲啊嚇，講個價錢。我講緊嘅係咁多盒，跟住呢個盒係全部係3個月嘅一個過程，3個月。3個月如果我賣300蚊嘅話，即係平均1個月係100蚊。你賣俾我啦，衰爺！你知唔知我哋而家香港食一餐茶餐廳都要100蚊啊？你加個油菜，加個檸檬茶，冇300蚊啦。但係價錢都係公道嘅。Jenny 話888蚊，即係平個月200零蚊，咁多喎，200零蚊會唔會又誇張咗啊 ？Eva 話900蚊 ，Freda 話999。會啊，有冇啲良心姊妹啊？有冇啲良心姊妹真係講一次？你哋平時出去減肥？但係呢個係同一個 link 定係新嘅 link？ 哦，好啦，我睇一睇先，我通知翻。大家好啊！係啊，唔止人熱啊，機都熱啊！喂，個直播開翻啦，可以啦，部機咧而家吹住風扇，仲招積過我黐線。跟住大家可以試下 reload 機入翻去，我就會喺度噶啦。好，等我睇下先直播。但係我仲係頭先嗰個喐緊嘅，點解 ？OK， 好，咁多位朋友仔翻來咯，係，我哋又要由一個姊妹開始啦。咁多位朋友仔翻來咯，哦，沒關係，如果他能開的話，我們不充電，他應該就不會過熱了吧？我猜，對的。周哥，我知啊，因為個電話型號太舊咧，所以咧佢容易過熱。你覺得係咪應該要換一個新嘅咧？要。你覺得幾時換號咧？我有帶你啦。我聽台灣嘅朋友說，在台灣買 iPhone 比較便宜哦。係唔緊要啦，係啦，咁多位朋友，我等翻你入嚟先，真係對唔住啦，對唔住咪抽獎咯，代表我內疚冇嘢㗎，人一世物一世係咪先？我最中意雞髀打人牙較軟，普通話應該怎麼說？雞腿打人。啊，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廣東話？你廣東話也挺厲害的嘛。雞髀打人牙較軟，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雞髀打人牙較軟。哎，我知道，有錢使得鬼推磨。有錢使得鬼推磨。對，兩個句子的意思是一樣的，就是我用雞腿來打你的臉，然後你也會願意，因為那是雞腿。我要錢打我才會願意，打臉也願意啦，鈔票打我才會願意。唉，我明白的啦。好，咁多位朋友仔睇下，哇！我哋翻嚟幾個姊妹咋？我哋希望佢哋快啲翻嚟先，因為咧佢哋喺個直播度整咳咧，而家剩翻8個人啊，好可怕。哦，係啊，可能咁點算咧？使唔使通知？有冇辦法通知佢哋？可唔可以喺嗰個舊嘅直播度留言，叫佢哋 reload 翻個直播咧？係啦。另外，喂，希望啲姊妹快啲翻嚟，因為咧好想喺呢一度咧，我哋起碼都等翻100個姊妹先啦，係咪先？我唔知道係我棘住咗定係咩？我哋而家剩翻幾個人咧？我哋等翻100個姊妹，我哋再抽獎，跟住希望個人數快啲上翻去，跟住咧再傾翻我哋頭先咧嗰個套裝。係 Vanita 你翻嚟啦，1300都遲嘅，我覺得1300可以接受，呢個都係一個 good 嘅價格，好冇？嗱我哋等翻多少姊妹翻嚟，跟住我哋抽獎，再抽多一次，好唔好啊？因為咧全靠你哋嘅 share，我哋頭先你知唔知？你哋為咗攞呢一個馬胎數咧，係有123個 share 咯。跟住我哋嚟咗直播間，我哋嚟咗800幾900人，就係因為你哋嘅努力。呢個係好好喎，所以咧我一定要係多謝你 Vanita。但係咧頭先我哋咁多姊妹咧，
得你嚟咗咋，其他姊妹全部都迷緊路啊！所以我哋俾少耐性，等一等好冇？如果唔係呢一盒咧就係代呢一盒就係你嘅啦 ，Vanita 就已經變成係你獨家嘅啦，因為呢個直播剩翻你。OK，Sammy 翻嚟啦。Sammy 話你唔減肥，但係大約2600。Sammy 我肯定你唔使減肥，因為 Sammy 真係好瘦，Sammy 真係好瘦，我知道。OK， 咁睇下先，仲有冇邊個翻咗嚟 ？Vanita 翻咗嚟，我會唔會見到你哋係邊個㗎啦？見唔到㗎，我見唔到翻咗。你哋咧入翻嚟直播間嘅朋友，一定要同我打個招呼先，等我知道你哋嚟咗。OK， 係，我想問下咧，我個畫面上嗰有陣時咪有啲字跳出嚟嘅一個直播嘅正中間。其實嗰個係咩嚟㗎？嗰個係個系統 sense 我講咩，跟住佢打啲字出嚟啊。Hi Ida，Hello Scarlett，嗰個係咩嚟㗎？係再 share，多謝你哋啊，太體貼啦。同埋咧，你哋會唔會可以幫我話俾咧喺嗰邊直播間，即係仲喺嗰個舊嗰個直播間棘住嘅姊妹聽？你話喂，個直播間咧要 renew 啦，要開一個新嘅，舊嗰個停咗啦。係咯，你叫佢跳翻出嚟，跟住快啲過嚟呢一度，你幫我招翻佢哋翻嚟啦，唔該。係啦，咁樣嗱，大家幫我好冇？嗱，即刻送多一盒先，真係冇辦法，即刻送多一盒，即刻送多一盒。OK， 咁就係呢一個日本靜岡縣馬胎素，同人體非常貼近，要嚟搽面。裡面咧一盒裡面咧有6支咧會建議大家用6日，即係因為佢開咗之後咧，其實每一支就係可以用3日。咁因為呢啲貴嘢嚟噶嘛，咁佢一盒咧港幣就1300蚊，咁我就希望大家可以一個禮拜用晒啦。Hello 豆豆貓你好啊，跟住仲有冇姊妹翻嚟？唉 Sammy 你唔好笑啦，我而家喺度苦笑，有乜理由 iPhone 會過熱嘅？真係太可怕啦！我呢度又唔係泰國，我呢度台灣嚟噶嘛。好嗱，大家我俾3分鐘大家無限次抽獎嘅，大家幫我打個送禮物 share 出去好冇？大家幫我打個送禮物。跟住 share 出去，送禮物 share 出去，跟住打得越多次，中嘅機會係越大。OK， 因為我哋嘅系統 set 咗咧係，就算你打10次都好啦，你就等於抽中嘅機會乘以10倍嘅。咁所以呢件事唔辛苦嘅，係啦。咁甚至乎你只係 share 咗一次咧，你後面打嗰9次咧唔使 share 啦，你淨係喺評論區打送禮物就得啦。因為我驚你個 Facebook 全部都係 WhatsApp 邊同一個直播啊，咁呢件事好黐線噶嘛。嗱 share 一次就夠啦，打送禮物。share 一次出去，跟住其他嘅評論區齋打送禮物，俾個留言我哋知道，咁就已經足夠啦，好冇 ？OK， 係啦，我見到你哋打住送禮物、送禮物、送禮物先，好。我一陣間轉頭抽獎，我等人數多翻少少抽獎，俾個機會我好冇？呢個係價值港幣1300蚊，係老闆嘅一啲心意。好嚟啦，我繼續講翻咧頭先，因為咧我想喺12點鐘之前落播，咁所以咧我一定要嗱，我重新講一講，因為咧嗰一場之前嗰個直播咧，我會鏟咗佢噶啦嗰條 link。大家會以睇呢一個為準，睇重播嘅人，我好快咁講一講。呢一個我面前呢一個係一個減肥套餐，食足3個月。呢3個月價錢我唔講住，但係一聽到性價比，你一定會明白。呢一樽係食交感神經，活躍翻交感神經。點解？因為我哋新陳代謝慢，就係因為交感神經衰退。呢一個食翻呢，交感神經會敏感翻，令到你嘅新陳代謝快翻。但係如果你想唔運動就減到肥。交感神經活躍係唔夠嘅，所以你要食翻呢個，食埋呢一個 BRE。BRE 係乜嘢呢？佢可以令到你身體裡面嘅脂肪由大分子變成小分子。OK， 大分子變成小分子有咩好處？你可以幫助到消化，幫助到排出嚟，幫助到脂肪更加容易排出到體外。咁你咪冇咁易肥。同埋呢一個 BRE 即係呢一個轉燃素，佢仲有一個特色。呢個特色呢，就係呢。如果你又唔運動，但係你想將脂肪轉成肌肉，基本上係冇可能噶嘛。呢一個轉燃素，佢裡面有一個成分，佢個成分呢就可以幫你，就算冇做運動都好，將 fat 裡面嘅嘢轉成部分，轉成肌肉。咁呢一個就係達到你唔做健身、唔做運動都可以達到瘦身嘅目的。OK， 然之後再加呢一個。呢一個咧好了不起嘅。OK， 多謝大家繼續喺度幫我撳送禮物送到手軟，多謝你啊 Vanita， 多謝你哋想幫我 share 出去啊，因為咧好需要你哋嘅 share。我哋頭先舊嗰個直播230幾個 share， 而家我真係需要你哋嘅 share 先得。但係 OK 嘅，好冇？我都會盡量爭取多啲禮物送俾大家。咁呢一個咧就係叫綠寶石苦瓜勝肽啦。
呢個綠寶石苦瓜勝肽咧，而家呢一個品牌嘅綠寶石苦瓜勝肽係全台灣銷售 No.1。點解咧？唔知大家有冇胰島素嘅問題？如果你有糖尿病有胰島素嘅問題咧，本身你食糖食入身體裡面，跟住佢轉化咧，佢會轉化成能量，所以食糖咧其實會令人精神、令人有 energy、令人精力充沛。但係如果你已經有糖尿病或者胰島素有問題嘅話咧，你食糖落去只會累積喺身體裡面轉成脂肪，係唔會令到你精神，令到你病上加病。醫學證明咗苦瓜勝肽可以代替胰島素，即係話如果你身體裡面缺乏胰島素，或者因為糖尿病令到你身體唔好，你可以食苦瓜勝肽入去代替胰島素，幫助你啲糖轉成 energy， 就係咁樣。呢一個係一個 package。我又慢咗啊？咩又慢咗啊？關唔緊要，而家仲送緊嗱，新入嚟嘅朋友幫我打送禮物，跟住 share 出去就得啦。跟住呢，如果已經 share 咗一次，但係你想爭取多啲抽中呢一個馬胎素嘅機會嘅話呢，大家可以繼續寫留言打送禮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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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禮物咁樣樣。跟住我哋會喺系統嗰度送出一盒價值港幣1300蚊日本靜岡縣公馬即係種馬佢嘅提取物。OK， 馬胎素一陣間就會開獎，咁我哋呢12點鐘之前就會落播，咁喺12點鐘呢段時間裏面呢，我會不停咁樣去抽獎，好冇？應承大家，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好，講得出，做得到。嗱，呢一個產品，我頭先呢見到呢有啲姊妹啦都有講啦，即係究竟幾多錢先值得？咁頭先呢喺舊嗰個直播嘅 channel 嘅時候呢，有啲姊妹話：喂，300蚊啦，400蚊，我講緊嘅係食3個月。你講緊嘅可能係食1個月，咁如果你1個月嘅話，咁當然值得啦，係咪先？一個月300蚊咁樣，哇，好抵添，唔好話值得。咁但係呢，我想講，我面前呢一個組合係食3個月，咁然之後呢個3個月呢，係，等我睇下幾多錢先。今晚一個超級優惠價，你係估都估唔到，係1800蚊，1800蚊食3個月，即係為每個月600蚊。600蚊係咩概念？600蚊係你出去打個邊爐就600蚊啦，你知香港地打個邊爐600蚊啊嘛，係咪？600蚊打個邊爐，只要你打少一次邊爐，你就可以食1個月嘅一個 package， 就係唔運動都可以瘦嘅 supplement。OK， 600蚊呢個抵唔抵到難？我俾個關鍵字大家，我唔長氣啦。關鍵字 C30，大家唔使 C30加3啊嚇，你只要打 C30。就係自動3個月1800蚊，就係咁樣 C30。好，同事開獎，我唔蹉跎佢哋啦，我一定要做。同事有冇啊？阿 Ling 可唔可以幫我喺系統度揀一個？因為就算我哋直播間而家咧好少人都好啦，我哋照開獎，我哋就係呢啲都要中。話俾你聽，驚咩啊？好，幫我抽出嚟啊！睇下幸運兒係邊個？頭先咧 Sammy Lee 係中咗第一盒嘅 ，OK， 而家我要送出第二盒，睇下第二盒係邊一個 ？Ida Wong， 恭喜晒 Ida Wong， 呢一盒會送俾你，我哋嘅同事會聯絡你。阿妹啊，咁你幫我 save 低喎，即係 Sammy Lee 同埋 Ida Wong 有中獎，知唔知啊？因為有陣時佢哋都大頭蝦咧，佢哋唔記得嚟攞禮物咧，跟住我哋唔記得送禮物。OK， 唉，終於都人多翻少少啦，我哋終於都鬥翻100人啦，天啊！好，咁多位姊妹再嚟嗱。呢一個關鍵字係 C30 唔使加大家 C30 加1已經食足3個月。嗱，減肥嘅嘢呢，食3個月之後歇一歇先，唔好諗住一買3年，一買半年，唔使 C30 食1個月，該瘦嘅瘦咗先。如果你食我呢一個唔使運動嘅 package 都瘦唔到落去呢，對唔住，你嘅生活習慣一定有問題。我可以寫包單，所以 C30 大家加1得啦，我唔使你買得多。C30 呢，佢只係1800蚊，但係佢係我台面上高呢樣嘢。OK， 嗱，有冇朋友買咗 C30 話俾我知，我額外再送禮物俾你？我講真嘅，有冇朋友而家即刻落單 C30？ 喺我呢一個咁急速嘅直播裡面 ，OK，C30 有冇人落單 ？OK，Jennifer good。有冇其他朋友？嗱，有冇3位朋友？如果有3位朋友落 C30， 一個唔使運動都可以瘦嘅一個 package， 3位朋友，我即刻送禮物，現場即刻送。
OK，你哋呢3位會令到買呢一個套餐嘅朋友都有得送，但係如果喺我呢一個直播間裏面 C30都賣唔出多過3單嘅話，對唔住。OK， 曉晴你好啊，曉晴 OK， 仲爭一個 C30，只要多一個落單 C30，我即刻送嘢。我唔係送細埃嘢，我要送大嘢。Shelly、阿 Q，Yes， 買 C30嚟。C30本來呢一堆。我冇睇錯嘛，係咪 ？C30我頭先講過嘅呢一堆嘢，直情送到你屋企，因為1000蚊已經包郵啦。跟住呢一堆嘢係直情順豐包郵去到你屋企。而家你知唔知道減肥最大一個問題？喺減肥嘅時候，你會好容易攰，因為你會損失好多 energy。因為 fat 脂肪轉成肌肉嘅時候，你會流失好多 energy， 係咪 ？OK。而家香港成日出現好多意外，可能係撞車啦。可能係交通意外啦，可能係過馬路啦，可能係失神跟住同人哋起爭執啦。呢啲全部都係因為你嘅精力、你嘅精神唔夠。好啦，我決定你減肥減3個月啊嘛，你咁努力啊嘛，我送多3個月嘢俾你。呢3個呢一個係乜嘢呢？叫做輕。佢哋呢一個我唔知個廣東話係咪叫輕西素，因為你知我哋香港係睇英文係咪？咁呢一個呢，膠囊呢，一盒係食1個月。因為頭先你哋有落單，我送埋呢3盒俾你哋，真嘅。因為大家其他直播間係完全冇送過嘅。呢個我頭先咧問老闆，我話因為減肥嘅時候咧，人係好容易太攰，太攰嘅時候好容易會出意外。特別係香港我哋好忙，咁我話我想要一啲補充 energy。呢一個咧食咗入身體裏面咧，佢除咗係一個加速劑，令到你減肥個速度加快之外咧，佢最緊要係增強體力同埋精神力嘅，體力同埋精神力，所以呢一個送埋俾頭先打 C30落單嘅朋友，希望你哋喺減緊肥嘅時候 ，Hello 二玲，多謝你，希望你哋減緊肥嘅時候都可以夠精神，都可以夠體力，係送嘅，送足3個月，即係咁樣，亦都係因為你哋有落到 C30，嗱我睇下 C30係有邊幾個落咗單啊？Jennifer 第一個落單嘅，我永遠都記得你，多謝你 Jennifer。跟住曉晴，然之後 Hazel， 跟住 Shelly， 跟住阿喬，嗱阿喬有嘢送係咪？跟住仲有二玲 ，OK， 仲有冇？好，可唔可以再講 C30點食？好，嗱好多減肥產品 Feather 係咁嘅，好多減肥產品咧佢係隔油、控糖 ，OK， 我哋唔係隔油嘅。咁隔油嗰啲通常咧你會發現係食飯之前食啦，食飯之前30分鐘食，或者食完飯之後即刻食，我哋唔使嘅。我哋呢一個產品只係需要喺1日裏面食2粒，累積喺個身體裏面，因為其實佢只不過係刺激翻你嘅交感神經，然之後習慣性地將你嘅大脂肪分子變做小脂肪分子，然之後佢裏面咧其實咧有蠍藻素，就會做到大脂肪轉成小脂肪啦。跟住佢仲有 B 群、紅景天，紅景天有咩用？大家應該知道啦，佢係幫助你嘅紅血球咧做翻一個高純度嘅帶氧，只要你氧氣多，你個身體嘅代謝就會健康正常同埋快，只係呢幾樣嘢。然之後仲有呢一個就係而家台灣賣得 No.1 嘅一個苦瓜勝肽，因為佢嘅濃度係最高啦。我講下佢有咩咁了不起。每個人身上都有胰島素，但係當你糖分有問題、胰島素嘅數量有問題嘅時候呢，本來糖食入去身體係好嘢嚟嘅，佢可以轉成 energy。但係如果你有糖尿病，你有呢啲問題嘅時候呢，你就冇 energy， 你就冇咗 energy。因為你嗰啲糖分只會變成 fat， 只會變成脂肪，只會變成一啲其他分子累積喺個身體度。所以我哋需要呢一個苦瓜勝肽，佢可以代替胰島素。呢個唔係我講嘅，呢個係醫生講嘅。咁已經夠晒了不起啦，好唔好啊？呢個係胰島素。咁所以呢，3個月嘅份量，慢慢呢3個月，每一日咁樣慢慢食2粒至到4粒，慢慢食落去，累積喺個身體度，然之後你就可以唔運動都達到瘦嘅效果。咁當然啦，連埋呢個食，咁咧呢啲 supplement 咧最好係咩咧？飯前食咯，即係你當你食完早餐，即係食早餐之前2粒，咁每一日就係咁食噶啦。你唔使帶出街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帶出街。我食完飯我要拍幾粒，跟住成個好似藥煲咁，又要攞個藥盒出嚟，唔使。OK， 只係2粒。呢個係 C30，C30 係食足3個月，1800蚊食足3個月。你知唔知一盒 supplement？我當你去到萬嘟屈臣嘟，一盒 supplement你點都要賣300-400蚊啩？我而家送夠3盒俾你食足3個月，即係我送多1000幾蚊嘢俾你。
你買1800蚊食足3個月嘅 supplement， 我送多1000零蚊嘢俾你，即係話你每個月啊，我就算我唔送嘢，其實我頭呢，我都覺得如果唔係為大家身體着想呢，我唔使送嘢。600蚊食足1個月，你減肥喎，唔使運動減肥喎，600蚊只係等於你海底撈打一次邊爐咋，一個人。咁即係話你每一個月只要付出個努力就係你打少一次邊爐，跟住你再去食呢一個 supplement， 你就可以唔運動達到瘦嘅效果。我知大家未必係一定係唔中意運動，有好多時候係因為可能肥胖已經去到一個層次，唔係咁容易運動到。即係譬如如果我哋已經太肥，但係我哋間硬去運動，膝頭哥個負荷會好重。你可能減完肥之後，你仲要去醫膝頭哥，係咪？但係唔應該係咁咯，好冇 ？Jennifer 話使唔使戒口？唔使特別戒口，因為呢一個唔係隔油劑。佢係推快翻你嘅交感神經，將你嘅大脂肪分子轉成小脂肪分子，跟住控制胰島素嗰個質量，令到肥肉可以排出體外，係咁樣樣。清唔清楚先？嗱，太複雜嘅嘢我都唔識，同埋我覺得分享俾大家呢，得個亂字嘅啫。最緊要兩樣嘢，過程係你記得要食，每日2粒，餐前食一次啫，每日食1次，然之後唔使戒口。亦都唔需要運動，咁當然如果你運動埋嘅話，雙管齊下會更加勁，但係唔需要特別，好冇？然之後再送埋俾你，因為減肥係一件好攰嘅事，哪怕你唔運動，你會精神唔夠，你會體力唔夠，呢3盒嘢專補充精神力同埋體力，送俾你食埋呢3個月，呢個 package 1800蚊，平均1個月600蚊，你唔好話俾我知唔抵，即係如果你覺得1800蚊食3個月都唔抵呢，唔使運動達到減肥嘅效果呢，我真係冇辦法。好，再嚟，我而家呢一刻又開始抽獎，因為減肥嘅 package 我講完啦，我應承咗大家我12點鐘前落播啊嘛，我講完啦，減肥就係呢一個，關鍵字係 C30， 關鍵字係 C30， 咁呢，因為真係好平，咁我準備咗20單啫。咁當然我會加啦，講真。咁如果大家真係買得多過，因為老闆都從來冇試過送咁多嘢嘅。咁如果大家賣咗20單出去之後呢，如果後台已經冇 link 呢，話俾我知，跟住我再加落去，就係咁樣。因為我唔想一次過同老闆講，哇！你俾200單我啦，我一定賣得晒。對唔住，我亦都冇咁樣嘅勇氣。咁但係如果大家覺得可以試下唔運動減肥，1800蚊食3個月達到唔運動減肥瘦嘅效果呢，大家可以錄 C30。好，大家繼續嚟啦。喂，我個直播呢個畫面停咗，你哋睇唔睇到㗎？我呢邊自己停咗，你哋睇到嘅 ，OK 咁就得啦。好，咁多位朋友唔使驚，有咩風浪未見過？嗱，再嚟咯，又送禮物咯，送出今晚嘅第3盒，呢一個日本靜岡馬胎素，日本靜岡馬胎素 ，yes， 送禮物，大家送禮物或者打 C30落單，我都當你係抽獎啦，好冇？幫我 share 出去，幫我留個言，打個送禮物，我再抽獎。我哋而家直播間因為你哋嘅分享，我哋已經上翻1000人，仲高過頭先喺舊嘅直播嘅時候。多謝你哋，即係太離譜喎呢壇嘢，係咪真係有獎送你哋就嚟？冇獎送你哋就撤退。OK， 嗱，大家打送禮物先，真係嘅，無限打嘅，唔使 share 出去啦。我覺得因為頭先咧願意 share 嗰啲朋友咧，已經 share 咗，我唔想搞到你哋個 Facebook 咧，可能你哋個 Facebook 個首頁咧，突然間全部都係WhatsApp 摩利日朗，我覺得呢件事好變態。所以咧，你頭先 share 咗1次嗰啲咧，唔使再 share， 你就係打送禮物喺評論區，你每打1次，只係增加1次中獎嘅機會。因為咧，我哋個後台 setting 咧係 random 咁樣抽嘅啫，即係譬如你打20次咧，咁你只係多咗20次中獎嘅機會。咁呢一盒嘢咧，1200-1300蚊嘅港紙，就係馬胎素，而且佢係日本靜岡縣賽馬嘅公馬胎素。就係咁樣，呢一個你哋可以打送禮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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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啦，送禮物 ，yes， 喵喵你打得啱嘅，仲加埋其他符號，係啦，總言之你有送禮物送禮物3個字咧，跟住咧你有其他符號咧，我哋嘅機器都會 sense 到嘅，你放心 ，OK， 係啦，咁希望大家攞到啦，因為唔係我攞出嚟㗎，係老闆自己攞出嚟嘅，咁我覺得大家可以打送禮物，不停咁樣打，不停咁打，咁同埋呢個 C30，我無論你係睇緊直播或者睇緊重播，我會覺得呢個真係好好。唔運動減到肥喎，1800蚊喎，3個月喎，每個月為600蚊喎，跟住係身體完全補給，你唔使食其他多餘嘢喎，就係咁樣。呢個係 C30。好，頭先我講過呢個，我會獨立介紹一次嘅。呢個叫 C15，
係而家台灣最好賣嘅苦瓜勝肽 supplement。OK， 點解佢咁好賣？我哋香港人好多糖尿病，但係多唔過台灣，因為一來台灣人口多，二來佢哋真係好多唔知係基因嘅問題定生活習慣嘅問題，佢真係好多糖尿病。好啦，有咗糖尿病嘅人或者胰島素唔正確嘅人，嗰個量唔啱嘅人呢，佢哋食咗糖分落身體之後，糖分唔能夠正常咁轉化成能量。OK， 呢件事係好大鑊嘅，因為大家都聽過啦。如果你身體好差、精神好差，你可能會食朱古力，跟住佢會刺激翻你身體一啲激素啦，跟住幫你補充翻，令到你嘅人精神啲啦，做到落去啦。但係如果你胰島素有問題，你食糖分落去就等於毒藥，佢只會變成肥膏，佢嘅結果就係越嚟越多肥膏。咁好啦，胰島素原來同肥膏嗰個關係咁重要嘅時候呢，你就會發現原來而家醫學界已經講咗，苦瓜勝肽可以代替胰島素，只要你肯食苦瓜勝肽，你嘅糖分就可以正確咁轉化為能量。咁你話呢個苦瓜勝肽出邊大把啦，我食個苦瓜得唔得啊？苦瓜係提取唔到苦瓜勝肽，佢唔係咁嘅。呢一個係一個超濃郁嘅苦瓜勝肽，而且我想話俾你知，呢一盒佢之所以呢一個品牌，多謝 Momoko， 係啊，你哋繼續打 C30啊，呢一個減肥嘅 package。點解佢會係台灣最好賣嘅品牌？唔係之一啊，係而家最好賣係佢，就係呢個樣嘅佢。點解？因為佢嘅苦瓜勝肽濃度係45%，但係如果你平時喺出邊買到嘅其他牌子，無論係台灣，無論係日本，大概苦瓜勝肽嘅含量只係10%，就係咁樣。所以如果你要食一個 supplement， 你要食一個膠囊落去，我點解要食10%？點解我唔係食45%嘅濃度？所以呢個係最好賣。今晚準備咗一個 package 價俾大家，399蚊3盒，關鍵字 C15，但係我要話俾大家知，呢個單食嘅時候，即係 C15單食嘅時候呢，你一個 C15 咧已經可以有3盒噶啦，係啊，一個 C15 已經有3盒啊，講緊即係399蚊，平均一盒係100零蚊、100零蚊。你 C15 咧，你食嘅時候，如果你單食呢一個咧，你一定要係飯前30分鐘食，即係你唔可以飯後食，你會影響到佢嘅。O 唔 OK？ 即係你要飯前30分鐘食2粒，就係咁樣。咁你3盒咧夠食3個月㗎啦。因為我成日都會建議，如果你食 supplement 咧，嗰個過程一定要係改變身體嘅狀況咧，一定係3個月嘅。咁所以要食3個月。咁呢一個就係 C15。我只係賣399，呢個性價比係你唔相信嘅，好冇？好 C15 399食3個月。好，俾我講多少少先。嗱，大家如果未打送禮物嘅呢，我哋送緊馬胎素，準備抽出去嘅油，咁大家可以繼續打送禮物。咁如果你之前有 share 過出呢，唔使再幫我 share 啦，你就係打馬胎素送禮物3個字已經好夠啦，喺評論區已經好感激你，因為好多時候有你哋嘅留言呢，其實成個直播間會活躍啲嘅。咁你話唔係喎，啱啱到嚟直播間都唔知發生咩事喎。呢一個係日本嘅馬胎素正剛出嘅，咁佢就係公馬，即係話比賽裡面嘅馬嘅公馬做嘅馬胎素係最頂級，同人體最接近。咁佢係賣緊1200蚊至到1300蚊咁樣。好，今晚第3個 product， 第3個我哋得5個 product 咋，大家我哋12點鐘之前落播講過算數就算數。我要賣膠原蛋白粉，膠原蛋白粉唔理過程。唔理過程，只理結果，只理性價比。嗱，我亦都同大家講幾句真心話，好醜樣係咪呢一袋嘢？即係你買呢一袋嘢翻去嘅時候呢，你係唔快樂嘅，係咪？係啦，大家打住送禮物先，聽我講解呢個膠原蛋白粉，你會覺得哇咁樣一袋好似洗衣粉咁樣，係咩玩法啊咁樣？其實呢，你會發現呢。我哋平時咧，通常食膠原蛋白咧，就會食謝謝你，你給我就好了，我帶佢輸給他們看。平時咧，我哋食膠原蛋白粉咧，通常係日本出㗎啦，即係 Fan Dude 啊嗰啲啦。我以前都係食 Fan Dude，我飲添嘅。咁膠原蛋白粉大家都知道嗰個好處係咩？譬如我哋年紀大啦，我哋皮膚容易乾啦。譬如我哋作為一個運動員啦，或者係女性咧，女性會有更年期啦，會有月經啦，月經嘅時候會流失好多膠原蛋白嘅，所以女性正常地咧係會比男性老得快少少，顯老多少少。咁你話哇，我搽好多護膚品喎，但係都係好乾喎咁樣，咁其實行唔通啊，因為個底層有問題，身體有問題，所以咧我哋需要膠原蛋白粉。
我知道呢一袋嘢可能唔係你心裏面諗嘅咁，可能你心裏面諗嘅就係、喂，膠原蛋白粉應該係一塊一條一條跟住倒落個口嗰度，唔係咁嘅。同埋咧，我好想話俾你知，呢一個膠原蛋白粉除咗醜樣有少少瑕疵之外，佢有乜嘢好處？我想試俾大家睇。成日咧食膠原蛋白粉咧，都話俾你知分子細、分子細、分子細。乜嘢叫做分子細 ？OK， 我可以打開嘛？這個 OK， 分子細啊！我呢度咧有一杯清水，有一杯清水 ，OK。請問有掃嗎？哦，在呢邊。哦，謝謝。係啊，麻煩你幫我貼回去。係，成日都話分子細、分子細、分子細，但我諗你哋真係冇試過乜嘢叫真正嘅分子細，因為分子越細，身體吸收得越好。我而家一盒超滿嘅，倒來。兩勺可以嗎？哦，都可以，指勺都可以，即係幾多殼都得嘅。倒咗落去，大家已經見到佢開始溶緊，係咪？好，我哋而家做緊膠原蛋白粉啦，真正分子細膠原蛋白粉，我求鬼期同佢搞8個圈，跟住我擺佢喺度幾分鐘，佢呢一杯水會變翻完全透明。OK， 我求其咁樣搞下㗎咋。因為我呢個搞，我呢一個膠原蛋白粉唔係叫大家沖水飲，係可以直接擺落口嘅。只係咁樣幾分鐘之後，佢會變翻成杯水係透明。大家可以同我一齊見證，我就擺到一齊見證。呢一個就係身體能夠吸收到嘅真真正正膠原蛋白粉。OK， 我頭先講咗啦，一句真心話，我覺得個包裝核突啲啫。所有嘅內容，所有嘅含量，膠原蛋白嘅成分嘅高濃度。佢係坊間所有嘅日本嘢都冇得比較，佢係最好嘅。所以咧，譬如你買咗呢一包翻去之後咧，你乖乖地，你每一日早晚2殼，早晚2殼，唔使溝水喎。你早晚2殼咧，你就咁倒落個口嗰度，基本上你已經吸收咗超級多嘅膠原蛋白，幫你抗衰老。我哋都怕老係咪？頭先講咗啦，邊幾種人？譬如我哋開始年紀大，跟住我哋開始老化，譬如我哋嘅皮膚一路乾，我哋無論搽啲咩精華，我哋都乾。OK， 然之後我哋仲有可能我哋會做運動，我哋會流失汗，令到我哋好衰老個人好乾身，係咪？跟住女性可能我哋每一個月嘅月經啦，跟住我哋會隨住我哋嘅經血啦流失好多膠原蛋白，跟住又或者係更年期都會有呢一個流失，有呢啲問題嘅時候，所以佢係好需要食翻膠原蛋白。呢一包係 pure 嘅膠原蛋白，我話俾大家知嘅成分有啲咩？因為有啲朋友問，阿 Sandy 問，喂，有冇蜜過硫因啊咁樣？我想話俾大家知呢個有啲乜嘢？因為佢係 pure 嘅，佢係有熱量入19.2大卡，蛋白質4.8公克，跟住其他所有嘢冇啦。我就係呢2樣嘢嘅膠原蛋白。冇味嘅，因為冇添加嘅，冇糖嘅，所以佢係冇味嘅。大家見唔見到杯水啊？佢一陣間仲會再透明啲嘅。我哋頭先係倒咗2殼滿嘅入去，呢一個分量，呢一個分子先係身體能夠吸收到嘅膠原蛋白分子，就係咁細。你所有喺平時食落肚嘅日本嘢又好，韓國又好，好多嘢都好，成日都話分子細。咩叫分子細？呢啲叫做分子細。你倒幾多落一杯清水嗰度，佢都會變翻透明。呢個叫分子細。知唔知道？呢個就係我而家賣嘅呢一個膠原蛋白粉。膠原蛋白粉今日幫大家爭取咗一個超級優惠。呢個呢係，等我睇翻先，係有德國專利嘅成分喺裏面。OK， 好，俾我睇下咩東東啊？呢個 OK，呢一個膠原蛋白。頭先咧有啲朋友 Sandy 咧又問咧，佢有啲乜嘢啊？佢而家咧就有魚甘子嘅雪取物啦、卡姆果嘅雪取物啦、冰晶番茄嘅雪取物啦咁樣嘅。咁裡面當然有好多好用處，因為我哋通常咧食咧膠原蛋白入去之後咧，咪會好多人攞住對啦，即係咪會有好多人咧問咧，佢話喂，點解膠原蛋白會有咁多好嘅用處？係因為膠原蛋白粉裡面佢自己有呢啲嘢嘅，所以佢先會達到咁多個功效。但係因為如果我細分俾大家聽咧，我話俾大家知，我1個禮拜都講唔完。膠原蛋白裡面究竟有啲乜嘢細微嘅微元素，令到你達到咁多效果？我1個禮拜講唔晒，所以我就話俾你知，我而家手上呢一個。就係你哋平時話嘅分子細，我就係分子最細。然之後，我今晚我直播間嘅優惠，我俾個關鍵字大家，
有拎就有拎，冇拎就冇拎。我嘅關鍵字係 C25，C25，你買2包，我送2包。1包咧大概可以食到，佢係德國專利嚟㗎。1包咧，如果你真係好缺膠原蛋白，你真係好多想去到人生最美滿嘅嗰個時間回春嘅話咧，你早2殼，晚2殼，你都食到12日。如果你話喂唔係，我本身已經天生麗質，我真係補翻少少，你一日淨係食2殼，淨係朝頭早食，夜晚唔食嘅話咧，你1包食到24日。但係我今晚 C25嘅呢個福利，你買2包，我送多2包俾你啊，就係咁樣。你買2包，我送2包俾你，880蚊 C25，880蚊，買到買到，買唔到買唔到。阿關有冇話幾時食？如果你真係好想個即咁平咧，其實我真係建議你早晚食嘅，我都唔隱瞞，即係佢唔係講緊幾千蚊嘅嘢，佢講緊你平時你知唔知道咧？大家咧食嗰啲日本膠原蛋白啊、韓國膠原蛋白咧，好多時你食咗落去咧，嗰個份量係唔夠1日㗎。其實佢嗰個日本同埋韓國嘅平時包裝得好靚嗰個膠原蛋白咧，佢係預咗你食咗入去之後，再配合均衡飲食同埋一個好嘅休息嘅時間，先至足夠1日。但係佢而家唔需要，你只要早2殼，晚2殼，你嘅人生膠原蛋白爆棚就係咁樣。OK， 阿關，如果你可以朝頭早食2殼，而且呢2殼咧唔使沖水㗎，呢個係試俾大家睇嘅啫。嗰2殼你直接倒落口得，因為佢冇味，一入咗口就會溶㗎啦。我頭先已經拍咗2殼落去㗎啦。咁咧，我唔食啦，我驚我因為呢條風扇大咧，我驚我一吹咧成面都係白粉，跟住大家以為我做緊其他直播。係 anyway 係呢個唔係一個反吸毒嘅直播嚟嘅。係啦，咁呢個膠原蛋白粉咧買2包，我送2包，關鍵字係 C25，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因為如果你平時咧有食開膠原蛋白，無論你係食同埋飲都好啦，茶就有啲嘥氣啦。即係茶就真係有啲嘥嘅，咁嗰啲慢慢喺直播之後，我再慢慢話俾大家知。呢個係 C25，咁大家咧可以就咁打 C25咧，我會買2送2，即係話 C25加2，我就會俾夠4包你。咁呢一個係超高濃度嘅膠原蛋白，而且係完全冇添加、冇糖、冇剩，就係咁樣，好冇？呢個係 C25，係啦，哇 Jennifer 好俾面啊，咩都買係咪？好衰嘅你真係，好鬼識氹人嘅。嗱，咁多位朋友，如果咧你身體咧已經開始乾身。即係你開始瘦啊，開始乾身收落去咧，好需要嘅，因為你食極都唔肥係咩啫？你膠原蛋白冇咗嘛。咁有好多時候就係、哇，我塊面開始凹啦、下陷啦，個顴骨顯到好大，因為開始塊面 V 得嚟咧，係好似乾柴烈火咁咧，嗰啲就係冇咗膠原蛋白咯。咁你搽係冇用噶，因為喺香港搽呢啲護膚品咧，大部分係會風乾，佢只不過喺表皮外面，跟住風一吹乾晒係吸收唔到嘅。你唯一可以嘅就係食落肚。但係如果你食落肚嘅膠原蛋白，佢嘅分子唔係咁細，一倒落去變翻杯清水咧，你嘅分子大嘅話，大部分係排翻出嚟。OK，咁你食咗落嘢就嘥。咁你平時喺日本喺韓國買到嘅膠原蛋白咧，你食一條根本唔夠1日嘅份量，所以你會覺得你食極都冇改善，就係咁樣嘅原因。咁呢一個超高濃度、超大包嘅膠原蛋白，唯一一個缺點就係佢嘅包裝唔靚。但係呢度係源頭工場嚟嘅，所以佢做嗰啲嘢就係咁簡約噶嘛。咁如果大家接受到呢個缺陷咧，880蚊有4包，因為我買2送2，關鍵字係 C25。你要逆齡係嘛？個個都想逆齡㗎啦，邊個想老啫？係咪先？個個都想逆齡，冇人想老啊。咁我會覺得C25大家可以囤定貨，因為食開膠原蛋白嘅朋友都知道，你係應該每一日都食嘅，即係你係應該每一日都食膠原蛋白，唔應該係斷斷續續。我睇唔到我個直播咧，我喺呢一邊咧，我成日棘住個畫面啊。跟住我未必第一時間睇到大家嘅留言，所以如果我睇唔到咧，你留多幾次我先見到。我想問下啱啱我哋抽獎開咗獎未㗎？我頭先送禮物，我送咗獎品出去未㗎？送咗第2份，咁我抽咗3次啊？哦，對唔住，我第3次嗰個我可以抽啦，係咪啊？可以抽 ，OK 好嗱，咁多位姊妹，我而家咧俾多10秒大家打評論。俾多10秒大家打評論，就係送禮物3個字。10秒之後咧，我就抽個位幸運兒出嚟，我就送第3盒出嚟，好唔好？嗱，10秒10，嗱打送禮物3個字，唔使 share 啦，因為我知道喺直播間嘅朋友大部分已經 share 咗出去。送禮物俾多10秒，我哋送馬胎素啊嚇，日本靜岡嘅，唔係台灣，係日本靜岡馬胎素。10、9、8、7、6、5、
4、3、2、1。哇！你哋嗰班老手咧，一打開係識得勁打喎，你班衰嘢。頭先今晚Sammy 係中過啦，跟住 Ida 係中過啦。好，第3次，好，截咗紙啦，你唔好咁壞啦。第3次送禮物出去 ，Vanita， 終於，哇 Vanita 多謝你，因為 Vanita 你好值得擁有啊，多謝你，我哋同事會聯絡你，因為點解咧？我哋頭先個直播咧係出咗問題㗎，即係我哋頭第一直播嘅時候咧，跟住我哋斷咗線，跟住咧喺直播間咧我哋得翻8個人入嚟，咁8個人入嚟嘅時候咧 ，Vanita 咧就入嚟咧幫我送 share 個直播出去，跟住其實佢真係做咗好多嘢，咁所以咧呢一個咧當然我哋唔係做馬啦。但係就算唔係做馬都好啦，我都係願意送俾你。OK， 嗱，關鍵字係 C25膠原蛋白粉，而且嗱變晒透明，呢一杯水已經完全變晒透明，好唔好？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到，究竟入咗身體之後，究竟佢有幾吸收？就係呢一個膠原蛋白粉 C25。好，今晚嗱大家可以繼續打送禮物啦。我準備又再抽啦。哇！我呢個電話淨跳翻出嚟，係我準備又再抽啦。係啦 ，Momoko 嗰啲未抽中係咪？嗱，跟住嗰一樣，頭先講過益生菌，大家咧見到咧，我手頭上咧，我側邊呢度咧有一隻咧好大嘅嘅嘢嘅，呢個咧係老闆自己整嘅呢個嘅嘢。點解會話佢係嘅嘢咧？因為老闆聽唔明我先夠膽講嘅。哦，可以啦，太可愛啦，他的臉比我大。咁呢個嘅嘢究竟係乜嘢咧？就係為咗一個益生菌而做出嚟嘅。益生菌係呢一個，呢一個咧可以打開嘅，好可愛，好 cute， 好可愛，係咁嘅。咁佢呢個咧，每一個咧裏面咧打開咧，哎呀 Vanita 唔好多謝啦，咁啊，其實我多謝你啊，真啊，係啦，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打送禮物啊！我哋咧每講完一個 product 就會抽獎，我哋好似仲有一次抽獎嘅機會 ，OK， 仲有一次啫嘛，好似就抽完啦。呢個係一個益生菌，裏面咧一打開咗呢個咁得意嘅公仔頭之後咧，佢係咁嘅。跟住咧，裏面咧就係一個貼貼啦，咁你可以搣開佢，搣開佢之後咧，佢係粉嚟嘅，跟住你就可以。有我水。咁呢個粉咧，嗱，益生菌咧，大家聽落去咧，第一個反應就係佢一定係幫助你消化、幫助你排便，係咪？我呢一個咧有少少唔同。嗱，大家陪我科普下，呢個好可愛嘛，係啊，真係好可愛，呢個好可愛。我想同大家科普下，呢個益生菌而家喺台灣當地賣得好好。咁點解佢會咁好咧？大家有冇聽過一個叫 KT11啊？大家如果有聽過 KT11嘅，你留言話俾我知。如果有嘅，你打有；冇嘅，我打冇，好冇？嗱，一陣間咧，最後嗰次抽獎咧，除咗送禮物之外，你所有嘅評論，只要你有打評論嘅，我哋都會去抽，你都有機會抽中獎，好冇？大家有冇聽過 KT11先？呢樣嘢係好勁，大家可能會好少聽過 KT11，但係 KT11咧，其實唔係個個都有。大家估唔估到先？即係有啲人咧，可能身體裏面有 KT11，有啲人咧身體裏面咧可能冇 KT11。咁點解？同埋你知唔知係咩咧？係啦，睇下你哋知唔知先。等我飲啖水，了解下。即係如果你哋知咧，我哋可以一齊傾下科普下。究竟 KT11係乜嘢？點解我話呢一個身體呢個益生菌裏面有 KT11係超級了不起？Sammy 你都冇聽過啊？Sammy 係知識好廣博噶咯，跟住咧有冇啊？有冇朋友有聽過啊？定還是你哋而家即刻打開 Google 跟住 search 下 KT11係乜東東啊？佢係咁嘅 KT11咧，其實係我哋喺 BB 咧，即係仲喺媽咪個肚嘅時候咧，我哋出世出嚟，經過媽媽嗰個產道咧，即係喺媽媽嗰條管裡面嘅時候咧，如果我哋係順產嘅話，你就會喺身體裏面有 KT11，但係如果你係開刀出嚟嘅話，你身體裏面係冇 KT11。哇 ，Sandy 好嘢喎 ，OK， 係咁樣嘅 ，OK， 我講嘅 KT11係呢一種，
即係話如果你係順產，你身體裡面你就會有 KT11，你係開刀，你身體裡面就冇 KT11。但係呢一個獨家嘅專利配方，佢嘅益生菌裡面有 KT11。咁你話喂，我有 KT11 同冇 KT11有咩分別啊？大家有冇聽過咧？啲老人家話咧，如果你係順產生小朋友咧，個小朋友抵抗力好啲嘅，佢成個 life 健康啲嘅，佢老化得慢啲嘅。KT11就係咁樣用。KT11就係會令到你嘅免疫系統唔會咁多出問題，即係佢會幫你去調整你嘅免疫系統啊！即係其實好多小朋友咧，特別係開刀生出嚟嘅小朋友咧，佢會有好多嗰啲叫做即係佢會有好多免疫系統病嘅。係啊，即係佢嗰啲病咧係點解人哋個小朋友冇，跟住我小朋友成日有嘅？咁包括係咩紅斑狼瘡啊、手口耳病啊，即係嗰啲病咧，好多人哋小朋友都冇，點解我會有咧？就係因為你身體裡面缺乏咗 KT11。OK， 咁呢一個咧，而家呢一個益生菌其實就係幫你補充翻 KT11嘅。咁你話唔使啦，我唔使補啦，我係順產生出嚟，我身體裡有 KT11。我想話俾你知 ，KT11只係保護到你20歲啫。去到你20歲打後，其實你嘅 KT11喺你睇落會急速瀡落去，懸崖式、斷崖式嘅冇咗㗎。咁你話哇，所以原來20歲之後，原來個身體慢慢越嚟越多疾病，就係因為你冇咗 KT11。OK， 呢一個益生菌係可以幫你補充翻 KT11。咁你話喺20歲之後 KT11有咩用呢？喺你20歲之後 KT11可以幫你吸收翻，係世界 WHO 話佢裡面有一種叫拉迪酵母酶。拉迪酵母酶係一種世界上唯一一種認可嘅益生菌，係可以幫你身體吸毒嘅。即係話，如果你身體裡面食咗啲咩落去，或者你身體裡面有啲乜嘢毒素嘅話，呢一個叫做布拉迪酵母可以幫你吸走毒素，然之後排出體外。呢個就係 KT11佢應該有嘅功用，係咪好神奇？呢個咁神奇嘅嘢呢，呢個益生菌呢，今晚關鍵字係 C1。OK， 嗱呢個會貴少少嘅，但我想話俾你知呢個少少呢，如果你要食60日，即係2個月嘅話呢，咁你要食3盒嘅，因為佢3盒先食到2個月嘅，咁999蚊食足2個月，咁即係一個月其實450蚊，就係咁樣。咁呢一個呢，好值得補充嘅，因為其實喺我哋冇咗 KT11，原來會發生咁多免疫系統疾病嘅時候呢。咁如果你冇可能 keep 住佢冇噶嘛，即係你以前唔知道可以補充好地地，但係如果你知道補充之後，你都唔去補充呢，咁你要諗一諗。咁呢一個係一個益生菌，可以補充 KT11，就係咁樣。好冇？咁一日食一粒，係啦，一日食一粒就夠啦，唔使多嘅，一日食一粒。咁佢一盒裡面咧有20粒嘅，咁所以3盒咧999蚊咧就食足2個月，係啦。咁呢個就係關鍵字 C1， 關鍵字 C1 係啦。你打 C1咧，佢就會係使唔使 C1 加3㗎？定係 C1 就已經係3盒㗎啦？要加3，唔使加3。好，大家淨係打 C1 就已經有3盒，食足2個月㗎啦。係啦，我哋冇得散賣嘅。OK，C1 就會收你999蚊，食足3個月。好，睇下你哋嗰個咩先？係啦，一日食一粒好可愛嘅，你打開嘅一個公仔頭，跟住食倒咗啲粉落去就得㗎啦。係咪？好冇？明唔明啊？阿喬，跟住睇下先。曉晴問：請問 C30 減肥產品3款以上，每款早上食2粒，係咪要加埋輕西素食幾多粒一齊食？嗰個輕西素咧係送嘅，咁嗰個咧輕西素咧3盒咧係食3個月，咁你都係食2粒一齊食落去就得㗎啦。OK， 一啲好嘅保健品咧，你喺食飯即係餐前30分鐘啦，你一齊食晒落去。OK， 3個月冇運動都瘦，冇運動都瘦就係咁樣。OK， 嗰個就係 C30，唔明嘅話俾我知。係啦 ，Fat 係啊，多謝支持。C30 食足3個月㗎啦，C30係食足3個月唔運動都瘦。係咁樣嘅一個 case，就係咁。跟住呢一個擺翻落去先，因為佢塊面大過，好麻煩。好，今日最後一個產品，我好快講埋之後，我抽埋個獎，今日就完啦。應承得大家12點鐘之前落播。唔知道大家隨住年齡增長，我呢一個呢唔係詛咒大家，但係呢一個我係要嚟俾你買俾屋企老人家食嘅。呢一個呢係
店長即係呢度老細咧話俾大家知，好耍家嘅，專食痛症、關節痛、膝頭哥痛、膊頭痛、手踭痛。我知道，淨係我介紹過嘅好多係咪？好多嗱，我介紹呢個大概10分鐘啫，跟住我就抽埋個獎啦。如果未打送禮物嘅朋友咧，記住打埋送禮物，等我抽埋個獎送俾大家。跟住今晚大家瞓得開心，發個好夢。嗱，呢一個關節痛嘅嘢點樣食？佢裡面咧一樽嘢咧，我先講咗俾大家聽先，因為咧佢一樽裡面你係諗唔到食幾多嘅。呢個關鍵字叫 C29，佢一樽788蚊，但係呢個788蚊唔係食1個月。佢係食足半年至到10個月，睇下你點食。700幾蚊係食足半年至到10個月，係咁嘅。嗱，佢點樣用呢？如果你有關節痛，譬如年紀大啦，關節開始磨損啦，咁呢，佢裡面呢其實係一啲專貨骨嘅膠原蛋白質。咁佢呢個膠原蛋白咧係貨骨嘅，同之前嗰啲有少少唔同嘅。頭先嗰個膠原蛋白粉咧，裡面有一啲咧幾多型，因為其實佢分好多型噶嘛。咁佢主要就係2型、3型、5型同埋10型，佢有呢4種膠原蛋白喺裡面，佢就係要嚟補骨嘅。因為咧，如果大家知道有食開膠原蛋白咧補骨嘅話咧，膠原蛋白嘅2型咧，佢係要嚟修復咧呢一個咧軟關節嘅軟骨同埋軟關節，就係膠原蛋白2型要嚟修復嘅。咁膠原蛋白5型咧，其實亦都叫做蛋殼素、蛋殼膜。咁蛋殼膜係咩咧？佢就好巴閉，8000隻雞蛋咧，先有1公斤嘅1公斤嘅蛋殼膜。咁佢咧係要嚟補充3型，因為3型係從來都唔能夠自己補充嘅，佢一定要用呢個蛋殼素先補充到呢個3型。咁你話喂，頭先你 miss 咗喎，3型有咩用啊？膠原蛋白2型要嚟，因為佢有 UC2，佢要嚟修復軟骨。同埋軟骨增生翻，3型咧就係軟骨增生翻之外咧，佢仲可以補翻韌帶同埋一啲肌腱。OK， 咁5型咧就係要嚟增加翻3型嘅，同埋10型都係咁。所以其實咧最能夠俾你身體吸收到有效咧就係2型同埋3型，就係要嚟補你嘅軟骨啦，跟住幫翻你嘅軟骨增生翻啦，同埋要嚟補翻你嘅肌腱同埋韌帶，就係咁樣用。咁呢一個咧一樽食足好多個月，睇你點樣食法。咁我要教大家啦。呢一個咧主要啱2類人，我講埋呢一個就落播啦。呢個係 C29 788蚊，但係呢一罐係食好耐，啱咩人食呢？如果你有骨痛，如果你有骨質疏鬆，你可以食，好冇？如果老人家已經開始成日都膝頭哥痛啊，或者你做運動減肥嘅時候，成日都發現有啲痛，或者你喺之前咧成日都坐喺個寫字樓嗰度啊，開始有啲膊頭痛啊、手踭痛啊、手腕痛啊、主副手啊、貓手啊嗰啲咧，你可以食，因為佢可以幫你消炎解決翻呢啲問題，好冇？跟住嗱有禮物唔係有禮物嘅，所以大家繼續打送禮物，我好快抽埋個獎就 OK 啦。咁然之後咧，佢裡面仲有一個 MSM 嘅成分咧，係負責修復翻好多身體。另外一種係咩咧？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只要佢仲係發育緊，你就可以俾佢食1日1粒，佢係幫助骨嘅生長嘅。OK 嗱，如果你有小朋友啊嚇，你只要俾佢食1日1粒，佢就已經可以幫到佢生長。即係譬如而家咧，咪成日都好擔心咧，即係驚佢生唔高嘅啲小朋友，你知而家冇雷公咁高噶嘛，即係嗰啲好似韓星咁啊嘛，個個都。如果你驚佢細個開始，佢成日都唔高咧，你可以每日俾1粒佢食 ，OK， 食到佢成個成長期完咗就唔使食啦，好冇？呢個係1日1粒，咁個一盒裡面咧有300粒嘅。如果你一日俾佢食1粒，你係食300日，食足10個月 ，OK， 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勁嘅食法。我788蚊俾小朋友生高食足10個月，陪住佢成長。另外，如果係老人家或者你有關節痛、膝頭哥、手踭、膊頭等等嘅呢啲痛嘅話咧，你一開始第一日開始食6粒，跟住食1個禮拜，食1個禮拜。頭先老細咧已經講明啦，最多食1個禮拜，最多食2個禮拜，即係最少1個禮拜，最多2個禮拜食6粒嘅話，你會唔痛。之後你就食翻每一日可能4粒啊2粒啊去保健翻，咁呢一件事就已經可以令到你解決咗痛症，就係咁樣。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呢一個品牌裏面咧其中一個神物。咁個神物咧就係呢一個，我手頭上呢個 C29賣788蚊。咁咧真係食幾個月㗎，視乎大家點食，可以攞嚟開門口，可以攞嚟急用。其實你今日食咗未？今日大家一定未食，因為你未買，係咪？好，呢個係
29。嗱，咁我好快咁樣去幫大家總括翻一次今晚嘅直播。咁咧，我知道頭先 kick 咗一 kick 個直播之後咧，大家都好氣餒啊，係我都做到好攰。嗱，我總括多一次，今晚 next 謝謝，今晚減肥套裝係呢一度，呢個係送俾大家嘅1888，擁有晒咁多嘢，食足3個1800蚊，食足3個月，平均每個月600蚊，呢一個套餐唔運動都可以瘦。OK， 頭先咧我唔再解釋多次點解唔運動都可以瘦啦，因為今日已經講過幾次啦。OK， 包括斷播之前、斷播之後，跟住都講過，唔運動都可以瘦1800蚊，食足3個月。OK， 然之後如果獨立買，而家台灣最勁、最流行嘅綠寶石苦瓜勝肽。OK， 如果你有胰島素問題，如果你有糖尿病，因為胰島素係關乎你食糖入去，啲糖會變成乜嘢？如果你胰島素正常，糖會變成 energy 係好嘢；如果你胰島素唔正常或者有糖尿病嘅話，糖食咗入去會變成脂肪，累積喺身體，越食越衰。OK， 呢個就係苦瓜勝肽。然之後佢嘅關鍵字係 C15，399我賣3盒俾你，一盒值1個月，3盒 OK 399，即係為100蚊一盒左右。OK， 好平。然之後第3樣嘢，膠原蛋白粉。膠原蛋白粉有讚有彈，話俾你知啊！頭先亦都做咗示範俾大家知，分子超級細，一倒咗落個身體裡面之後咧，頭先一杯清水咧，倒完好多粉落去咧，佢都係變翻透明色。OK， 呢個先係身體能夠吸收嘅膠原蛋白粉。膠原蛋白粉啱咩人食咧？老咗嘅人。OK， 皮膚咧長期搽咩都乾嘅人，無論你搽啲咩精華素都乾嘅人。然之後運動員會流失膠原蛋白，女性特別容易流失膠原蛋白，因為你會嚟月經，因為你會更年期，每一個月嘅月經都喺度流失膠原蛋白。之前可能你會食一啲好貴嘅膠原蛋白，可能你通常香港人我哋會食日本嚟嘅膠原蛋白，但係今晚唔使，台灣自己廠房製造嘅膠原蛋白濃度超級高。OK， 買2包，我送多2包俾你，888蚊有4包。OK， 每一日朝頭早2殼，夜晚2殼，完美食法。如果夜晚唔食，淨係朝頭早食2包嘅話，已經足夠。但係如果你想完美啲咧，你一日食夠4殼，咁有4包咧已經好了不起，好唔好？咁大家可以記住呢件事，關鍵字係 C25 呢一包咧，膠原蛋白粉咧係有德國專利添嘅，咁同埋冇糖冇添加嘅，非常之健康。咁冇辦法，佢唯一嘅真係一個缺點就係佢個包裝真係麻麻地。咁但係佢裡面有個殼嘅，咁一殼一殼咁樣食就得㗎啦，唔使沖水嘅，你直接倒落個口度佢就會溶咗入去，咁你咪飲翻杯水，咁就 OK。好，然之後一個益生菌，益生菌咧就係呢一個，係啊，一盒咧裡面數太滑啦，一盒咧裡面咧有20粒嘅，咁呢一個20粒嘅益生菌咧，裡面最重要嘅一個內容就係佢有 KT11。KT11咧好神奇嘅，其實咧如果你係一個順產唔係開刀嘅話咧，因為 KT11係喺媽咪嘅嗰一條產道裡面嘅，咁你嘅人生裡面就會有 KT11。咁如果你係開刀嘅話咧，你生出嚟咧，你嘅人生裡面就冇 KT11嘅。但係就算你有 KT11都好啦，你唔使咁招式嘅，因為喺20歲打後咧 ，KT11就會直線下降，你就會冇。咁你話冇咪冇咯，人哋冇都冇事。OK， 我好想咧話俾你知，老人家咧有一句説話，有一啲 BB 一生出嚟咧，如果係順產生嘅話咧，佢健康好多嘅，佢好少免疫力系統嘅病。但係如果係開刀嘅話咧，小朋友咧硬係就多病痛，係咪 ？OK， 原來就係因為有 KT11同埋冇 KT11嘅問題。咁所以咧而家咧可以用呢一個益生菌嘅方式咧，去將 KT11擺翻入個身體裏面，有 KT11咧，你會少好多免疫系統嘅病嘅。咁同埋咧 ，KT11咧已經係 WHO 啦，唯一一個認可咗。點解我哋需要 KT11？因為 KT11係可以幫我哋身體裏面吸收毒素，然之後排出體外。唯一一種呢一個益生菌有名嘅，佢叫做布拉迪酵母，佢係唯一一種酵母可以喺身體裏面吸收毒素，排出身體 ，OK， 所以我哋好需要 KT11，或者可能你天生起跑線唔喺嗰度，即係你天生起跑線係，喂，我真係開刀嘅喎，一袋食到幾耐？哦，講翻呢個，雖然一袋食到幾耐，如果你朝頭早2殼，夜晚2殼，最多最高濃度嘅食法咧，你一包咧可以食到12日 ，OK， 所以你2包咧就食到24日咁樣咯。咁你而家買2包，我送多2包嘛。咁你就基本上食到48日㗎啦，即係差唔多個幾月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坦白講，50次左右咯，可以食到，係啦。因為早2包，早2斤，晚2斤，哦，50斤，即係25次咯，係
係啦，早晚就25次咁樣。咁最勁嘅係頭先咧，大家睇翻重播啦，或者我拍個短片，佢呢個分子細到咧，你倒咗落水之後，水都係變翻透明。呢啲先係身體吸收到。係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我今日推薦嘅膠原蛋白粉。咁同埋咧，我再重複一次講多一次就係、日本同韓國平時包裝好靚嗰啲膠原蛋白粉咧，大家食咁少咧，其實係唔夠你一日份量㗎。嗰個膠原蛋白粉咧係要你每一日仲有一啲均衡飲食啊、超級舒適嘅休息先會足夠嘅。但係呢一個咧係完全足夠，你就算排翻出嚟都足夠，哪怕你身體吸收能力差，你排翻出嚟都會超級足夠。呢個就係我今日介紹嘅超級細分子嘅膠原蛋白粉，好冇？呢一個係啦，蘇怡，你睇下明唔明白？如果有唔明白咧，大家可以繼續問問題問我，因為我呢個咧輕住咗咧，我睇唔到大家嘅問題啊。係啊，撈翻啦。好，跟住呢一個益生菌 KT11已經講咗嗰個嚴重性啦。如果你而家屋企個小朋友係開刀生嘅，佢真係身體裡面冇 KT11，佢好容易會有好多免疫系統嘅病。如果你想後天補救翻，請你食呢個益生菌，一盒有20日嘅劑量。OK， 咁我今日嘅直播價關鍵字係 C1，亦都係我今日最想賣俾大家。即係肥唔係個個都咩嘛，即係好似 Sammy Lee 咁，佢根本都唔肥，佢搞咩肥套裝？唔好為咗支持我麻木賣。但係呢一個有 KT11嘅益生菌，我係真係希望大家都買。即係有好多朋友成日都話：哎呀，我輸在起跑線。原來我今日就發現啦，原來你係順產同埋你開刀產，真係會叫做輸在起跑線。但係原來你輸在起跑線就係話，你究竟有冇 KT11喺身體裡面？咁冇，你有機會追翻上嚟啦。因為呢一個係 WHO 世界唯一一種認可嘅益生菌，叫做布拉迪酵母，佢可以幫你吸毒素，然之後排翻出體外，令到你嘅免疫系統患病嘅機會降低。咁已經抵食啦，398蚊。哦，唔係，呢個係 C1 咧就係咧999蚊有3盒，999蚊有3盒喎。我有冇錯啊？請問冇錯嘛？999蚊有3盒，即係食60日。OK， 咁C1加3就會收你999蚊，跟住可以食足2個月，好冇？咁呢益生菌大家喂，你平時排便，但係裡面未必真係有咁多毒素，但係有咗 KT11，有咗呢一個布拉迪酵母酶之後，你真係會有翻咁多，即係可以吸到個毒排翻出嚟。咁呢個已經抵啦，好唔好啊？呢個係 C1，係啦 ，C1加3，多謝曉晴，係啦，下次揾增肥產品，冇增肥產品啊，又唔想激死我喎。唔係，佢真係好瘦，佢係咖啡師嚟嘅。Sammy 係一位咖啡師，佢做咗咖啡師好多年，但係咖啡師其實好攰嘅，係啦，所以佢真係好 slim，個人好瘦，係啊，咁樣嗱，跟住最後就係呢一個今晚 C29咧就係咧，如果你嘅小朋友想生高，因為咧佢裡面有呢一個膠原蛋白2、3、5同埋10型，咁呢一啲咧都係要嚟修補翻軟骨、軟組織、關節、韌帶、肌腱嘅。如果小朋友想生高，每日1粒就得啦。裡面咧有300粒嘅。如果小朋友要增高咧，你食足300日 ，O 唔 OK？如果屋企人有痛症，膝頭哥、膝頭關節、手、主婦手、網球手、mouse手，唔該，一開始嘅時候一日食6粒，食嗰6粒咧，食咗1個禮拜，最多2個禮拜之後咧，老闆話唔痛㗎啦，唔痛嘅時候你先轉翻4粒或者2粒要嚟保健，咁就 OK，好唔好？佢裡面咧有貓爪藤攝取物啦，有綠醇胎貝啦，有呢一個鳳梨酵素啦。乳油木果攝取物啦、玻尿酸啦、MSM 啦、雞胸軟骨水解物啦、蛋殼膜啦，同埋海藻蓋，好多成分。但係就係我頭先講嘅呢一啲，好冇？即係呢一個就係咁樣用嘅。如果你有關節痛，你應該食；如果你嘅小朋友想增高、想發育嘅話，你喺佢嘅青春期啦，甚至乎男性可以增高增到30歲嘅，女性咧大概增高可以增加到21、22歲。咁呢啲時間你可以趁住俾佢食，1日1粒，就係咁樣。開獎好，請問益生菌可唔可以同 C31一齊食？冇問題啊，直情可以一齊食。表情好冇？可以一齊食嘅，因為益生菌呢一個 KT11嘅益生菌係幫你改善免疫系統、吸毒素排出去，跟住呢一啲咧，亦都係一個純天然減肥，令到你唔運動都能夠瘦嘅，好冇？佢哋冇抵觸嘅，所以你放心一齊食。哇，好彩睇到你哋嘅留言啫。好，跟住開獎。俾多10秒大家，該打送禮物嘅送禮物，最後衝刺。8、7、6，嗱，如果未打送禮物嗰啲啊，打埋送完禮物落播就係咁。送俾你哋係咩啊？老闆送俾你哋
日本靜岡縣出嘅賽馬種馬做出嚟嘅馬胎素就係咁樣，好冇？就係咁樣，價值港幣1300蚊，裡面有6支馬胎素，俾你哋用6日，即刻皮膚一個超級勁嘅改善，亦都係少少糖啊，唔係，亦都係華沙邊魔俾大家嘅一個心意。係好 ，OK， 好嚟啦，嗱，俾多5秒大家送禮物 copy 人哋得啦，5秒、4秒、3秒、2秒、1秒，好，請問係喵喵？哦，喵喵，你仲喺唔喺直播間啊？你唔喺直播間，我幫你選送俾人哋啊！喵喵，你有冇喺直播間啊？仲嗱，喵喵，我俾5秒你出現。如果喵喵5秒唔出現，係啊，我專蝦呢啲自己 friend 嘅，因為佢上嚟，即係其實咧喺我直播間好多朋友咧都上過嚟小堂整面。我整嘅面嘅咧，即係整個面嗰啲，講真，其實我當真係自己好朋友。睇下喵喵喺咪度啦？喵喵，我俾幾秒你。如果你離開咗我直播間咧，我真係對你唔住啦，因為我真係出名市儈。跟住我就再抽。好嗱，準備喵喵5，喵喵4，喵喵3，喵喵2，喵喵1。好，喵喵真係冇出現。喺你哋嗰邊有冇見到喵喵？請問同事有冇見到？冇見到，再抽過嚟啦。好，第二位嗱，即刻再抽。第二位係邊個？蘇女啊！到咗啦，喵喵！哎呀！喵喵真係好好笑。喵喵，你去哪兒呢？係，喂，大家玩得開心。你知唔知我真係諗住，我哋同事已經抽咗第二個啦。佢哋手起刀落，本身係抽咗阿蘇㗎，跟住但係喵喵翻咗嚟啦。日本靜岡出㗎，1300蚊一盒啊，大佬！你估83蚊啊？賣啊嘛？賣我哋要傾價錢啊！1300蚊咧，我覺得有啲貴啊。係咧，喂，想問下大家先。如果大家買嗱，因為咧佢係種馬咧，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佢係日本靜岡縣出嘅。咁咧賽馬裡面嘅種馬咧係好值錢，因為咧佢哋係會收好多錢去幫其他馬乸交配，即係雌性嘅馬交配。佢哋交配一次咧係講幾十萬，係一次，即係佢先係鴨王，明唔明啊？即係佢係交配一次幾十萬。咁我想問下，究竟你哋想唔想要先？因為佢1300蚊一盒嘅。如果你哋想要，需唔需要我傾一個優惠價？定還是大家覺得喂，我抽獎都已經抽咗唔係咁樣問，我覺得咁樣問唔好，因為我今日都攰啦。你哋覺得幾多錢你想買？如果嗱，你話俾我知幾多錢你想買？如果我一陣間同老闆傾到呢個價錢咧，我拍視頻，大家喺華沙邊魔 live 咧嗰個 Facebook 嗰度咧買，自己落單，好冇？即係你哋話俾我知，因為大家知道我對錢係冇乜概念噶嘛。咁你話俾我知幾多錢，你會願意買？即係如果你想買嘅話，幾多錢你會覺得哇好抵喎咁樣？睇下傾唔傾到咯。即係嗱，佢咧而家咧零售價咧出邊賣緊1300蚊，咁但係分分鐘咧，即係當然直播會平少少啦。咁但係你哋都即係合理啲咁樣講一個正常人提出嘅價錢。咁如果即係老闆接受到，我咪開一條短視頻咁樣賣咯。咁但係如果你哋講話，哇，可唔可以賣300啊咁樣？咁你不如割咗我忽肉啦，係咪先？咁你睇下幾多錢？嗱，呢一個馬胎素有咩好處咧？因為佢同人體好貼近，所以佢一搽落皮膚嗰度咧好吸收嘅。6日咧已經係一個療程，令到你已經靚足1-2個月㗎啦，好冇？咁睇下有冇人想要嗱？如果冇咧，就由得佢啦。因為咧我直播都攰啦，係啦，睇下你哋有冇人想要打一個價錢出嚟，咁我盡量就爭取嗰個價錢，就係咁樣。同埋今晚直播裡面所有嘅 product 有冇問題 ？OK， 如果冇問題，又冇人想要嗰個種馬，因為而家喺台灣係最 hit 嘅。如果有人想要種馬嗰個羊胎素，你就話馬胎素，你就話俾我知，就係咁樣，好冇？如果冇嘅話，我就落播啦。因為聽日咧直播仲有3場，跟住我就翻香港。
咁再講多一次啦，喺成個直播 tour 裏面咧，只要你喺6場直播裏面買滿1000蚊嘢，即係運單買夠1000蚊嘢，跟住我都可以免費用順豐送到去你屋企。咁就6月底，最遲7月頭就會收到貨。OK， 因為我哋都要 group 埋好多訂單，要 group 埋去到香港，跟住先再發俾你哋咁樣，好冇？咁我哋今日咧嘅直播咧就去到呢一度啦。我哋聽日準時見 ，thank you，拜拜。